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歡迎嚟到生命樹宣教網絡愛靈修視頻，好開心喺呢度同大家又見面，可以一齊睇下耶穌說，睇下主耶穌同我哋講嗰啲乜嘢。由2025年嘅6月開始，我咧就開始一個新嘅嘗試，就係每一日講一句主耶穌曾經講過嘅說話。咁所以咧，我就將佢改個名做耶穌說。咁就係我哋時時咧都會睇到聖經咁講嘅。咁啊，有時咧就身體唔係幾好，又工作多，咁啊又嚟咗宣教工場。咁你見到我今日咧都做得比較 casual 啲咧，就嚟咗宣教工場噶啦。啲光線咧等等都冇咁靚嘅。咁啊，不過咧唔緊要啦，同大家一齊讀聖經，一齊思想主耶穌嘅說話。記得靈修咧係個人敬拜主，單獨朝見上主，獻上敬拜讚美，同埋咧聆聽佢對我哋講嘅說話，又默想下佢講嘅說話嘅內容，祈求。記得為主而活，見證福音，拓展天國，預備見主，後主來臨。請支持生命樹宣教網絡嘅事工。請大家為一件事禱告同埋支持啦，就係支持我哋喺印度嘅一個宣教嘅夥伴，喺印度中部海德拉巴 Hyderabad， 我哋咧就有一個拍檔夥伴，就係咧阿 Dr. Sujay 咧係除咗係醫病之外咧，佢仲係好多人傳福音，係我哋好多時都支持佢咧係做兒童報道嘅。咁咧就佢有個診所叫 Nirishana， 印度文嚟嘅，咁咧就係希望咁解嘅。佢專醫愛滋病，佢以前咧做咗20年嘅麻風病嘅治療，係麻風病嘅專家嚟嘅。咁過去10年咧，神就帶領佢就改咗，就都有醫治麻風，好多麻風病人揾佢，佢咧就係轉咗咧。主要醫治愛滋病為主，開咗呢一間希望診所，係主要醫治愛滋病人嘅，真係非常之有心，同我哋咧志同道合啊！咁啊，佢又叻好多啦，佢咧做醫生。我希望咧能夠為佢籌款$5000，就係咧大概40000港紙，係同嗰度嘅幾千幾個兒童咧，佢嘅愛滋病嘅兒童咧，係可以買維他命，買啲兒童嘅藥物，清肝各樣等等。咁咧其實咧愛滋病藥物佢都係要自己揾嘅，咁都相當之貴啊！請大家為呢一位希望診所嘅 Sujay 醫生祈禱。下次揾佢張相俾大家睇下先。靈修，至於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拜。祈禱。全能嘅上主，我到你面前謙卑俯伏敬拜，我嘅心靈喺你面前俯伏，你配得榮耀，配受敬拜，因為你創天造地，為人類預備救贖，唔單止預備，你係親身嚟救贖，到今日仍然係用聖靈，與我哋每一個已經信主嘅人，跟隨你嘅人同在。真係諗唔到我哋呢啲咁微塵都不如嘅人，古往今來數唔盡咁多聖徒，包埋你自己嘅選民百姓，咁多人你竟然將佢哋睇為寶貴，以致三一上主親自喺救贖上邊擔當合作完成呢個工作。真係願你得着榮耀稱讚，讓我哋單單稱頌你、尊崇你。多謝你自己嘅愛，多謝你嘅憐憫，讚美你自己嘅信實，讚美你嘅赦免。願主滿得榮耀，
眾天使天軍都敬拜你嘅時候，我哋都一同會合，同佢哋一樣敬拜讚美上主。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讚美上主。今日嚟到耶穌說嘅第八講啦，第八句說話係跟住馬太福音開始嘅啫，咁咧就係嚟到八福咯。心靈貧窮的蒙福了，心靈貧窮的蒙福了。咁好似啲字同聖經又有啲唔同嘅，係啊，咁有少少唔同嘅。我哋睇下經文先。馬太福音第5章第1節，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耶穌見到許多的人，呢個咧自然係講緊係跟隨耶穌或者嚟聽耶穌講嘢嘅人，好多喎，即係一般嘅平地咧就唔夠位啊。於是出去一個野外啲啦，上了山。耶穌看見好多人咧，就上了山。咁呢個就咧係表示見到啲人就上山啦。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咁咧就呢度講起個陣勢係咪？好多人嚟，耶穌咧就不如我哋上山，我喺山上邊同大家講啦。咁點解行咁遠山嚟？其實咧嗰啲山就唔係好高嘅啫。咁咧去到一個位置，咁容易咧係坐低，大家咧又坐低。咁其實以往咧就係老師講嘢咧，就老師係坐嘅，聽嘅人咧係企嘅。咁啊，就上了山，既已坐下咧，應該係耶穌既已坐下，唔係嚟嘅人坐下。咁啊，門徒都跟住佢嚟到佢前邊啦，咁咧都喺佢面前咧企喺度預備聽啦。咁其他人都嚟晒啦，咁究竟佢哋係後尾有冇坐咧？咁我唔知啦。咁主耶穌就開口教訓他們，咁係許多的人喎。咁啊，講啲乜嘢咧？第一句就係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如果有機會去以色列咧，去到加利利咧，係有一個八福堂嘅。咁呢個八福堂咧就係一個天主教嘅教堂啦。咁咧就相傳就係話耶穌喺嗰度咧係講八福呢篇信息，所以咧呢個山啊，咁啊呢八福。其中第一個咧就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咁我哋讀嘅時候咧，個個字都清楚明嘅，不過又好似唔係好明嘅。我自己讀咧都真係有時唔係好明。虛心嘅人有福啊，咁虛心嘅人咧就主耶穌話啊，好咯吓，有福了。點解咧？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咁呢度咧就我喺度諗，拉唔埋嗰個邏輯喎。虛心同天國是他們的有咩關係咧？點解虛心嘅人就會天國是他們的咧？咁啊唔係最明啊，我咧都喺度諗咁樣參考，先睇下佢原來嘅意思先啦。因為我哋咧要讀成個話語都係要識多啲佢嘅意思嘅。虛心虛 ，procoi 貧窮的、可憐的。虛嘅意思咧係指貧窮、可憐 poor。嗱，呢個可憐咧就唔係話唉佢慘咯，好可憐啊，咁樣點啊咩遭遇啲咩災禍啊，咩變故啊。可憐咧係指 poor，貧窮嘅 poor 嘅咁嘅意思吓。咁咧嗰啲人咧就有福咯。咁唔係佢貧窮就有福，唔好搞錯咗，係貧窮嘅心嘅人有福。心呢個啫，
咩心呢個字咧？plenumity 咧係指心靈靈啊，係指佢個心靈。佢個心靈貧窮嘅人咧係有福嘅，有福啦。Makarioi 咧係開心咯，蒙神喜悅咯。哎呀，你又開心啦，咁呢個有福嘅意思咧，就好似我哋講，哎呀，你又好啦，你又開心啦，仔女都大啦，一個做醫生，一個做律師，或者一個做生意，哎呀，又有仔又有女，而家孫都抱唔得切，哎呀，你真係好啦，上岸咯，開心啦，你就開心啦，嗱，咁呢個咧。其實係有少少似係咁嘅，開心咯吓，哎呀你就蒙神喜悅咯，蒙神賜福咯，嗱咁嘅意思啦。咁啊，咦個心靈係可憐貧窮嘅人開心，點解啊？唉，我真係好艱難。咁大家都可能有啲人聽過嘅，有一個人寫咗本書咧，就或者講一句說話咧，就好聞名。咁一個女士，佢咧就，唉，就幾好嘅，有錢嘅，賺到錢嘅，又結咗婚嘅，都唔錯嘅。後尾咧就婚姻失敗，咁佢同佢一個好友講：唉，我現在窮得只有錢啊！吓，窮得只有錢，咁點叫窮啊？窮得只有錢，而家我有錢，不過我好窮，係咩窮啊？心靈好窮咯。我咧就冇人同我一齊啦，我所愛嘅人又冇同我一齊啦，咁咧我所想而有嗰份心靈嘅滿足就冇啦，咁咧就唉想要好窮啊！而家我真係個心靈好貧乏。可以係有酒有肉，可以係住靚屋揸靚車，不過個心靈好貧窮。其實咧，我想弟兄姊妹知道，其實今日好多人都係咁噶。你見到佢，哇，哎呀，佢就開心啦，揸咁靚車，住咁靚屋，哇，真係我唔係啊，我好差噶，我真係環境好曳啊，條件冇佢咁好。但係咦唔係喎，我見你開心過佢喎。哎呀，咁嗰啲有錢嘅人實係好開心噶啦，咁你睇個個笑容滿面，影相嘅時候幾好笑啊！咁咧就一影相，咁兩公婆梗攬埋一嚿嘅，咁啊，唉，咁啊一影完相，大家佛聲就揈開手就分開噶啦，分開企噶啦，咁啊影相梗要咁啊嘛，係咁噶啦，有錢人係咁，有錢人好多時候佢哋係好貧窮，心靈上好貧窮。不過呢度講咧，真係，反而係講心靈上貧窮嘅人有福喎。咁哎呀，咁嗰啲人好有福咯喎。唔係，係要認識神嘅人，而佢心靈貧窮，咁佢就有福氣咯。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天國係指神掌權、神統治、神管理咁嘅意思。係他們的事咧，係 is 啦，estin 咧係現在式嚟嘅，係 is 喎，吓咁咧就唔係 was 喎，唔係 will be 喎，咁咧就 will be 他們咁啊，唔係，係天國現在是已經是啊，是他們的現在式，他們的 theirs our two。 好啦，咁呢句說話咧，咁究竟咩意思咧？好啦，咁咧我就揾咗呢個算係表達得好好啊，係將個意思表達得好好，而唔係原文上表達得好好。咁喺英國咧就有本聖經就叫 Message Bible，咁咧就Eugene Peterson 佢咧就做一個主要嘅翻譯者嘅，咁咧係一位好出名嘅神學家同埋牧師啦。咁佢咧就喺呢個 Message Bible 裏邊5章3節，佢係咁樣寫嘅。咁咧，You are blessed when you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With less of you, there is more of God and His rule。哇，好嘢喎！佢連字都押韻埋喎。意思就係當你走到盡頭嘅時候，當你褪下褪下褪到你掹住嗰條繩去到尾啦，冇得再褪嘅時候。
當你走到盡頭嘅時候，你就幸運咯吓，走到盡頭仲幸運咁樣，死噶啦噃，盡頭咯噃，褪到冇得好褪咯喎，即係話你冇啦，你冇而家咧，即係喺政治上你冇牌喎，啊嗰啲而家啲大人物、領袖人物吓，公眾訪問兩張梳化坐住嘅時候都講，大家鬧起上嚟，你冇牌咯喎，而家咁樣。咁咧，仲同我拗你冇牌啦。當你走到盡頭嘅時候，你就幸運啦。你哋越少，上帝和他的統治就越多。嗱，咁佢講呢句說話嘢，個中文係咁嘅。當你走到盡頭嘅時候，你就幸運啦。當你自己發覺你越少，咁上帝和他的統治就會越多。啊，咁啊，好有意思，好明啦。咁你更加明，即係。呢個虛心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其實心靈貧窮嘅咧就蒙福啦，因為你心靈貧窮，發覺自己乜嘢都冇嘅時候，你只有神啊。咁呢個時候，上帝同佢嘅統治喺你身上就越多啦。既然如果上帝喺你身上越多，上帝喺你身上邊嘅管理統治越多，你就更加幸運啦。就係呢個意思咯噃。咁我自己喺度默想嘅時候咧，就發覺到承認自己一無所有，去依靠神嘅恩典咧，就係心靈貧窮嘅意思啦。我巴閉啊！我有錢有面有財有勢有屋有車有家庭有朋友，人脈不知幾多，承認自己一無所有。我曾經咧就係有喺中國咧讀書嘅。咁我就去過揾復旦大學教管理系嘅教授傾偈，有人介紹我。咁因為我想去嗰度讀呢個博士啊嘛，管理博士。佢就話好啊，可以啊。咁咧，你哋香港嚟嘅咧係易入啲嘅，不過你入嚟容易就出去難喎。你要同我哋中國嘅學生一樣咁嘅水平畢業，你先至可以出到去噶。咁最難嘅地方就當然係即係國內即係辛苦啦。咁後尾我係到咗上海財經大學噶，就企業管理博士，又好感恩咧，就真係經歷到入嚟容易出去難。唉，即係緊緊掹車邊，上帝俾咗好多恩典我，俾咗好多貴人喺我身邊幫我手。連嗰個我嘅論文導師都幫我手，連我嘅佢嘅其他嘅學生都幫我手。哎呀，真係我先過到關嘅。好，承認自己一無所有。咁點解我想去喺呢個復旦大學讀咧？咁啊出名啊！咁我諗下，如果佢真係收我讀咧，我就唔畢業住啊？點解啊？我一班一班同學咁認識，一班一班同學咁認識。喂，呢個俗語講識人好過識字喎。其實你唔使識好多字，你識人人脈多。喂，入得嚟讀嘅全部都係猛人，個個係我同學。佢帶下你，佢幫下你，佢指點下你，佢打啲牌俾你上。識人好過識字啊，真係咁啊，真㗎噃。係咪我諗？當然我冇去讀啦，因為咧佢係要去嗰度住先至得啊。咁我嘅工作擺唔低啊。咁啊住先得，點解咧？佢話一個禮拜譬如上2堂，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咁你點啊？咁你個禮拜飛去上幾堂啊？你冇可能啦，所以你要喺度住噶啦。咁哎呀，咁唔得，咁終於打消咗念頭啦，就讀咗呢個上海財經大學。咁啊，佢有另外嘅安排。喺度諗，哇！我有啊，如果我讀到，我就識好多人，識到呢啲人。如果佢哋捐錢啊，打個零頭俾你都掂啦。如果佢幫你手喺中國，真係好多地方嘅工作都有得做啦，係咪？咁於是咧，我就諗，咁後面我發覺，誒。
聖經係話咩咧？唔好依靠人啊，唔好依靠王子啊，因為佢條氣一斷，所計劃嘅咧當日就消滅了啦。不如依靠上帝嘅恩典啦。當依靠上帝恩典嘅時候，必須要心靈貧窮啊，就係承認自己一無所有。於是你會依靠神嘅恩典。其實讀管理學嘅人咧係好難有信心嘅，信心差啲嘅，對神嘅信心。我意思係點解咧？因為管理學啊嘛，管理即係話做好晒計劃，有埋 Plan A、Plan B、Plan C，預備好晒程序，幾時做好，幾時要有乜，幾時要做，點做點做點做。當你預備好晒之後，自己有咁嘅能力安排到，就好少祈禱噶啦，因為唔使啊，預備好啦。但係其實更加需要承認自己一無所有，靈性先會好嘅。承認自己一無所有，咁啊依靠神的恩典。而家年紀老咗，身體冇以前咁好啦，更加承認自己一無所有，連健康都唔係最好啦。咁咧就發覺自己一無所有，錢又唔多，係嘛？咁童工咧，童工又唔係話好叻。咁柬埔寨嗰啲童工唔係好叻，印度嗰啲童工唔係好叻。咦，咁咩叻啊？冇一樣叻咯，唔緊要喎，最緊要神叻啊！承認自己一無所有，於是依靠神嘅恩典，你就會見到神嘅恩典幾咁浩大。第二，天國係咩咧？天國係上主嘅掌權啊！天國係屬於嗰啲放下自己掌權嘅人，並唔係靠自己去賺取。天國咧係上主掌權喎，所以你要掌權，要同上主鬥掌權咧，天國唔屬於你啦。佢唔同你爭㗎喎，你咁中意好啊，你做啊，咁你弊啦，係嘛？喂，叫咗你唔好咁啦，咁咧你聽我講啦，我唔聽啦，我中意啊，我得啊。咁如果上主唔祝福你，唔俾恩典俾你，你掌嘅權有乜用啊？好快就會彎啊！如果冇上帝嘅祝福，你行唔到幾遠噶。上主嘅掌權就係天國，天國係屬於放下自己掌權嘅人。天國並唔係靠自己嘅能力去賺取嘅，反而哎呀，我真係唔得啊，唔夠啊，咁啊啱啦。以前好笑嘅，咁咧我喺有一段時間咧喺台灣有宣教啦，咁同我同事嘅香港人就話：嘿，台灣人就係咁噶啦。你同佢講，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呢件嘢啊？咁佢就會話：你搵啱人啦，你搵啱人啦，我就係最適合做噶啦。你搵啱人啦，我啊咁樣。咁啊，如果後尾我都係逐漸熟咗啦。如果我請人，佢同我講，呢件嘢啊，我在行啊，好拿手啊，你搵啱人啊，咁我都唔驚驚地，唔係好敢請佢。咁我又唔係要請啲好差嗰啲，而係咧係要揾一個佢唔會將自己自視過高，我可以掌管一切，我有能力咁嘅人咧。佢缺少咗謙卑咧，佢好難學新嘅嘢，亦都好難俾上主喺佢身上掌權。咁咧佢信服唔到啊，咁我唔敢請佢。好啦，第三同大家睇下咧，實踐心靈貧窮。心靈貧窮點樣實踐係可以實踐嘅喎？就喺每一日提醒自己我不足，反而滿心喜樂。實踐心靈貧窮啊！主啊，我心靈貧窮，我想蒙福啊！咁得，你實踐心靈貧窮咧，就係時時提醒自己，唉，我唔夠，我唔夠，我靈性都唔夠好，我愛心都唔夠，我嘅祈禱都唔足夠，我要更加好啲。反而咧，你喺呢個覺得自己不足之中，喺度提醒自己之中咧，反而你覺得滿心喜樂。哎呀，慘啦，我靈性又唔夠好咁。咁有靈性夠好嘅人嘅咩？如果有個人話俾你聽，我靈性已經好夠好啊，咁你唔好同佢一齊咯。係嗰啲，哎，我真係仲未夠，我哋要好啲先得，我要禱告多啲先得，我要讀聖經多啲先得啊！嗰啲你不妨同佢多啲一齊啦。咁咧，嘢我一早就識噶啦，咁嗰啲你唔好啦吓，咁佢自己識救佢啦。提醒自己不足，反而咧係滿心喜樂嘅。
我哋可以由哈巴谷書嘅第3章睇到哈巴谷佢點樣經歷呢件事。哈巴谷先知聽到3章16節，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哇！加勒底人將會上嚟，好快就衝過嚟，會將我哋國家毀滅咗，乜嘢都冇啦，完啦我哋。我聽見耶和華嘅聲音，身體戰驚，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驚，不過我只可以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不可逆轉啊！佢嘅國運，佢嘅國家，佢嘅民族行到條繩嘅尾啦，冇得再褪啦。諗唔到實際喺呢個時間會更大嘅，要保守佢。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佢所睇到嘅就係佢國家冇啦，冇到點呢？無花果樹又冇，葡萄樹又冇，橄欖樹又冇，糧食又冇，即係麥子都冇，冇羊冇牛，我國家已經係荒涼一片啦。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佢就將呢首歌交與伶長，用絲弦嘅樂器。哇！開頭唔係話聽到神咁講，嚇到面都青晒，成個咧震晒，啲骨好似咧痛到不得了咁樣嚇，啲骨喺我裏邊扭爛咁慘。咁冇咯，冇咯，乜嘢都冇咯，牛羊糧食乜嘢都冇啦，我哋會被掠奪晒冇啦。不過我靠耶和華歡欣，因我嘅上帝喜樂。哇！佢令我嘅力量好似母鹿嘅蹄，穩行高處。呢個就係佢心靈發覺到乜嘢都冇啦。咁我就只有喺嗰度安靜等候耶和華。神有佢嘅主權嘅，佢決定咗咁做。好似我覺得唔好喎，你有乜理由用我壞過我哋嘅民族嚟到鞭打我哋自己屬於你嘅民族嘅咧？咁冇辦法明啊，乜嘢邏輯都冇，心靈貧窮嘅蒙福啦。結果咧，佢就話：當我安靜禱告，哎呀，我竟然係歡欣喜樂，滿有力量，仲將佢所寫嘅咧變做詩歌，交俾詩班長。用絲弦樂器，即係好優雅嘅樂器獻奏添。咁啊，傳聞咧，哈巴谷可能係祭司，或者佢係詩班裏邊嘅人嚟嘅，管理呢個聖樂嘅。呢個哈巴谷好感恩。哈巴谷嘅故事咧，就我哋可能唔係好熟，不過希望你記得，佢真係行到一條繩嘅最盡頭，心靈非常貧窮嘅時候，佢靠主而蒙福嘅。好啦，今日嘅金句用翻呢一節咧，當然係馬太5章3節，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咁啊，意譯吓，當你走到盡頭，心靈貧窮嘅蒙福啦，因為上帝和他的統治就越多。走到盡頭嘅時候，蒙福啦，上帝同埋喺佢嘅管治裏邊喺你身上就越多。咁所以呢個咧係主耶穌所講嘅，就咁一句：虛心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咁個邏輯喺背後咧，應該係咁樣嘅。咁求主幫助我哋。有時候真係走到人生盡頭、事件盡頭、乜嘢嘅盡頭，唔好怕，就係啦。主啊，我真係不足啊，我嘅心靈好貧窮啊，求你幫助我，你喺我身上掌管更多啦。咁你嘅喜樂就會好似哈巴谷咁樣，竟然間喺咁嘅情況裏邊，喜樂湧上嚟，有福了，讚美上主。我哋祈禱，心靈貧窮嘅蒙福啦。
讚美上主。好多時候我哋今日好落力嘅去有，錢要有，屋要有，車要有，健康要有，朋友要有，乜嘢都要有。當有嘅時候，我就覺得安全穩固，固若金湯，唉，可以滿意，可以舒暢。但我有之後，反而我就好驚冇，好驚啲啲會失去，邊啲會少咗。喺嗰啲裏邊，我嘅受苦就湧入嚟，刺透自己嘅心靈。嗰啲受苦真係攞自己命。不過原來心靈貧窮係覺得自己，唉，我一無所有，其實我唔夠啊，我只有嘅就係主啫。唉，反而心裏邊充滿咗喜樂。就算健康失去，健康差咗，生命行咗幾廿年，好似就快到盡頭，又好似唉好多嘢都損失咗。不過原來有主反而充滿咗喜樂，有主反而係蒙福。讚美主耶穌教我哋嘅說話，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主嘅管治在佢身上係更多。於是我哋更多經歷你自己嘅實在，經歷更多你嘅恩典與憐憫，更多了解你嘅愛，了解你嘅同在。讚美上主，願你得着榮耀稱讚。阿門。好，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讚美上主，感謝上主。請為我哋Hyderabad 嘅診所，希望診所嘅兒童藥物做支持啦，禱告啦，祝福。願主賜福保護你，願主向你仰臉賜你平安，祝你平安喜樂。下一集再見啦，拜拜。